今日呢非常难得吼，一个盛文屯配词，系咪？大喜之日，我们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吼，做得来共襄盛举啊！嗰度吼盛文呢嘅阿 Q 吼，一件逢泰國。伊呢，女屯2个好朋友，包括南田泰國，都係也健傳堂嘅頭家，吼，韓國李坤義大哥，希望尤其係3個泰國，想要帶俾大家一個驚喜的祝福。好，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 David 菲菲利，還有 Slim 帶來的演出，掌聲歡迎！促成的部分，然后马上就是直接开场了，直接带动就是全场台下的观众一起大合唱，蛮感动的。给你吃饭去。哎呦，高中可能有吓到嘛？哎，唔会吓到。清朝时代到今天，我是最高兴的一天。从清朝时代到今天，谢谢你